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0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86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92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64次戰鬥，其中53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俄軍繼續在米爾諾赫拉德市推進。根據這個戰爭研究所的說法俄軍需要一場勝利。儘管俄羅斯方面宣布波克羅夫斯克已陷落，但戰鬥仍在繼續。這場城市之戰是二戰以來俄羅斯規模最大、最血腥的戰役。自2024年2月17日阿夫迪夫卡陷落後，俄軍在該行動區域的傷亡人數在17萬至25萬之間。這些數字包括阿夫迪夫卡圍城戰本身造成的4.7萬傷亡。俄羅斯的傷亡人數大約是蘇阿戰爭期間俄羅斯長達10年衝突中傷亡人數的10倍。隨後波克羅夫斯克戰役又造成15萬至20萬人傷亡，僅2025年初就可能造成4.5萬人傷亡。烏克蘭方面估計，在過去13個月的激戰中，俄方傷亡超過15萬人。英國國防情報部門的官方報告令人震驚地指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總損失中有20%到50%的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戰場。所以說這個圍繞着波克羅夫斯克戰場，也就是俄羅斯所說的紅軍城這個戰鬥非常慘烈，雙方來回爭奪，絞殺戰。大家都說烏軍總司令希爾斯基把波克羅夫斯克變成一個大型的屠俄場所，這個確實名不虛傳。你想想，就在這麼一個彈丸之地俄軍就傷亡了將近20萬人了，太血腥。這個戰打了快2年了就在波克羅夫斯克，二戰以來這個最血腥的戰場。所以說這個俄羅斯迫切需要勝利，所以他不停的宣布一次又一次的佔領波克羅夫斯克。但是不管怎麼說，到現在雙方還在這打仗，那到底是不是俄軍佔領了呢？實際上我認為我一直說烏軍在波克羅夫斯克堅守了將近18個月依托這麼塊不大的區域，大量的殺傷俄軍，造成20萬俄軍傷亡。我認為對烏軍來說已經超額完成了任務。這個 BBC 報道說烏克蘭人舉旗向 BBC 展示俄羅斯聲稱擁有主權的城市仍在進行戰鬥，烏克蘭幾乎未能控制波克羅夫斯克，但其軍隊積極表明仍在抵抗俄羅斯的推進。同時網上也流傳各種視頻其中有烏克蘭記者發布的一段來自烏克蘭一處掩體的視頻。視頻顯示第82旅的部隊仍在波克羅夫斯克地區執行作戰任務。報道重點介紹了前線嚴峻的形勢，以及該旅官兵正在進行防禦作戰。這是烏克蘭的媒體記者在前線發回的報道，也就是在波克羅夫斯克還有烏克蘭的記者在那兒活動。不過呢，這個烏克蘭的第7軍也就是在波克羅夫斯克的主力部隊他已經聲明說，已經從波克羅夫斯克和米爾諾赫拉德附近的部分陣地撤出，特別是在蘇西亞爾和利西夫卡等村莊區域。根據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兩位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空降突擊部隊和某步兵旅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這使得波昂包圍口袋得以縮小。一位指揮官講述，從波克羅夫斯克附近的陣地撤離過程是痛苦的，在撤離時波克羅夫斯克大部分地區已被敵人控制，因此部隊有時不得不進行槍戰邊穿過城市。這是烏克蘭真理報報道的。他說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克的叫米爾諾格罗德附近對烏軍進行包口袋嗎？那麼在口袋深處的這些烏軍士兵他們組織從2個村莊，這2個村莊在口袋的深處一個叫蘇西亞爾和利西夫卡這2個村莊撤出，口袋太深了，為了避免這部分士兵陷入敵人的包圍，所以決定撤出。這叫戰術性撤退，將部隊重新部署至防禦更堅固的陣地。這一調動旨在保護人員安全，優化後勤並簡化防線。與此同時，米爾諾赫拉德周邊局勢持續緊張。過去1周內，俄軍已向該市投擲了21枚航空炸彈。也就是部分烏軍從2個據點撤出之後這個也成為俄羅斯再一次聲稱拿下了波克羅夫斯克。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兼國防部第1副部長格拉西莫夫視察頓涅茨克方向的俄羅斯中央軍區部隊指揮所。
這個格拉西莫夫在前線說啊，攻占紅軍城是解放整個頓巴斯地區的重要階段。據第2集团軍部隊解放紅軍城後，俄羅斯中央軍区主要任務是消滅被包圍在季米特洛夫市的烏軍部隊。季米特洛夫市南部已被解放，占該市建築物總數的30%以上。這個格拉西莫夫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拿下了這個紅軍城，現在又拿下這個季米特洛夫市啊，這個繼續啊向普京啊謊報軍情啊。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報道說啊，他說俄羅斯進攻速度依然極其緩慢，俄羅斯用1%的男性換取了烏克蘭1%的領土，你說這叫什麼事？該媒體根據公開資料、內部人士證詞以及多份分析報告估算，自2022年2月24日以來，俄軍總傷亡人數、陣亡與受傷加一起啊，約為100萬至135萬，這數量已超過美軍在第2次世界大戰中戰鬥總損失人數。報道指出，大約1%的適齡俄羅斯男性可能已在前線陣亡。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曾表示，僅在2025年上半年就有約10万名俄軍士兵陣亡。在推進方面，俄羅斯的成果十分有限。2025年，俄軍占領了烏克蘭4562平方公里的領土，2024年為3734平方公里。2025年11月是俄軍表現最好的一個月，占領約690平方公里。然而，整體進展依舊緩慢。自2022年秋季以來，俄羅斯僅額外推進了相當於烏克蘭領土的1.45%的面積。報道提到，沒有一座大城市在雙方之間易手。俄羅斯試圖完全占領人口6.1萬的波克羅夫斯克，但經過14個月也未能完全攻陷。若要控制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地區未被占領的部分，俄羅斯還需要占領20345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按目前相對較快的推進速度，至少會持續到2028年5月，而俄軍的損失將是巨大的。目前大部作戰行動發生在城市中，這導致前線變化緩慢，但也可能為俄羅斯帶來某些局部的戰略性突破。這個就是經濟學人說的啊。從2022年2月24號秋天以後啊，這個俄羅斯人付出了1%人口，但指的是男性啊，換取了烏克蘭1.45%的領土。你說說，照這個進度打下去，把頓涅茨克整個占下來，還要到2028年，俄羅斯能堅持到那時候嗎？就按照這種消耗速度啊，所以我一直說啊，就是烏克蘭在前線倒不在乎領土，主要是這個叫交換比合適的情況下，就跟他死扛，傷亡1名烏軍，那就要傷亡5名俄軍士兵啊，這樣的交換比才合適。顯然啊，現在就是按照這個態勢在發展。所以說誰苦誰自己知道。這個烏克蘭在前線不僅用了無人機，還用了更先進的產品，這個都是美西方這些科技公司啊研制的新型產品，都在前線開始試用。這個德國的圖片報說啊，說烏軍首次將配備人工智能，可鎖定6個目標的自殺式 AI 無人機投入實戰。什麼意思啊？就是一個自殺式無人機啊，它配備了人工智能，它可以同時鎖定6個目標进行攻擊，它是自动鎖定啊，不需要你去干預。德國图片報在分析了烏克蘭國民警衛隊亚速第1軍提供的波克罗夫斯克地區錄像，得出這一結論。人家把這個錄像提供給了這個德國圖片報。烏軍第1軍分享了波克羅夫斯克地區的錄像，顯示配備先進計算機視覺的無人機能夠同時追蹤多達6個目標。錄像中展示了操作員界面，系統自動用綠色標記潛在目標，用紫色標記優先目標，而操作員確認打擊的目標則標記為紅色。通過鼠標點擊，無人機可在維持對多達6個目標監視的同時，自主執行攻擊，將目標分類為輕型車輛和裝甲車輛。你看看啊，也就是現在在前線用的無人机已經不是那種对吧单兵操作那个遥控器了，现在已经配備人工智能，同時追蹤6個目標，而且是自主完成。這個
操作員只用設定，對吧？你要重點攻擊哪個目標，紅色的，剩下的還有6個目標，它隨機攻擊，應該是這個概念啊。那你想一想吧，我在想啊，俄羅斯方面的這個無人機恐怕也在進步啊。那雙方在前線根本就不是什麼鋼鐵洪流，對吧？坦克對坦克，大炮對大炮，都是看不見，都是无人機在天上飛啊，誰人露出來，誰死得多。我們再看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啊，實際上澤連斯基啊去了英國倫敦，對吧？跟這個德國總理莫爾茨、英國首相斯塔默，還有法國總統啊馬克龍，這個4個人一見面之後啊，實際上這個咱們昨天節目已經說過了，他雖然沒有直說，基本上就是否定了啊特朗普搞的那个投降方案。特朗普抱怨呢，说我們搞的這個方案，普京俄羅斯已經同意了，居然這個方案發到這個基輔啊，澤連斯基沒時間看。澤連斯基也不是沒時間看啊，他故意的，但是不好直接拒絕特朗普。哎，他就說，對吧？這個要等到烏梅羅夫啊從美國過來，把方案帶過來，為了保密，對吧？你如果通話的話，怕被人竊聽。實際上烏梅羅夫，對吧？直接到倫敦去了，現場向澤連斯基和歐洲這些領導人匯報，然後他們得知一致結論啊，實際上就變相的否決了特朗普的這個投降方案。首先是這個澤連斯基啊，他事後對媒體又說了一番話啊，他這話這麼說的：這個澤連斯基不是從倫敦馬上就去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嗎？見這個北約的秘書長呂特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也澤連斯基不僅要取得歐洲最大的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的支持，還要取得歐洲2大組織，一個是北約，一個歐盟的支持啊，對吧？這個就是他的工作重心啊。所以到了布魯塞爾見了呂特和馮德萊恩，還有歐洲理事會的主席叫科斯塔。然後這個澤連斯基他就對媒體說啊，根據烏克蘭憲法、國際法或道德準則，烏克蘭沒有權利放棄其領土。澤連斯基再一次重申，對吧？領土問題談不了，不可能放棄。那這一條就讓特朗普破防了，因為特朗普是逼烏克蘭從頓涅茨克撤出，把這個烏東4個州都讓給普京，讓給俄羅斯。你說怎麼可能呢？所以你看啊，就澤連斯基公開表態這一條，說白了就是標誌着啊特朗普的所謂的和平計劃崩潰。這也是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啊，他說澤連斯基就領土問題表態，標誌着特朗普和平計劃的崩潰。美國強推新的和平計劃，密集與俄烏談判，但是烏克蘭方面明確表示拒絕割讓領土。這個就是符合咱們的判斷，對吧？澤連斯基，你想一想，烏克蘭被美國揪過去談判，還說了不帶歐盟，不帶歐洲，對吧？就我們倆談。那你說澤連斯基能不去嗎？對吧？所以就派代表團呢去啊。但去了，烏克蘭代表團能瞎答應嗎？不可能答應，他只能拖延。完了之後還要回來，對吧？澤連斯基再跟歐洲主要領導人去會面，達成共識。所以說通過這種方式啊，你說特朗普跟普京兩人想到的美，想踢開歐盟來決定一些事情，怎麼可能呢？這純粹就是蠢啊，耽誤時間，對吧？你早老老實實的4方會談，把這個歐盟叫上，烏克蘭、俄羅斯在美國，他非要特朗普跟普京兩人私下裡交易，把歐盟甩開，你怎麼可能呢？所以你看啊，澤連斯基馬上就去找這個歐洲這些大國，然後找這個歐盟和北約商量完之後，才正式答復特朗普，一邊玩去吧。就這意思啊。根據華盛頓郵報12月8日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2月8日宣布，烏克蘭不會割讓領土，拒絕了俄羅斯的核心要求。這個普京也放了狠話，對不對？如果烏軍不從頓涅茨克撤出，那麼他們只能用武力。你看看，澤連斯基8日在與歐洲多國領導人會晤討論特朗普的計劃後表示，根據我們的法律、國際法以及道德準則，我們無權割讓任何東西，這正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華盛頓郵報稱啊，烏克蘭明確表示不會割讓領土，這可能標誌着特朗普最新提出的結束戰爭的方案崩潰。批評人士譴責該方案是為了滿足俄羅斯的願望。澤連斯基在倫敦與英國、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磋商後，在飛機上對記者發表講話，就美國支持的方案發表了迄今為止最明確的公開聲明之一。他表示，該方案中的明確反烏克蘭條款已被剔除，但他堅持領土問題立場堅定。歐洲領導人也持相同觀點，他們一直強調不應允許普京以武力重新劃定公認的國際邊界。澤連斯基表示啊，烏克蘭不會放棄其在頓巴斯東部地區的領土，既不會為了加快和平談判進程，也不會為了滿足華盛頓尋求妥協的壓力，更不會迫於莫斯科持續不斷的軍事攻勢
而妥協。那好多人就說了啊，說歐洲就是賣嘴，無論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吧，還是斯塔默，感覺他們对吧行動遲緩，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啊。我們要考慮到歐洲的这國情呢，歐洲人家都是民主國家，國內都有反對派，不是哪個對吧斯塔默腦袋一拍手一揮對吧就能怎麼樣，也不是莫爾茨什麼馬克龍領袖般的揮手對吧就能調動多少部隊進駐烏克蘭。就很多人啊，他因為他長期受那種蘇式的教育啊，習慣了蘇式那種制度，他覺得國家都應該像朝鮮那樣的領袖对吧，一高興幾百萬人人頭落地，这是小事啊，不叫事啊。歐洲人家都得商量，啥事都得商量，一個方面不行那都搞不定。但是歐洲是只打雷不下雨嗎？不是啊，我一直說啊，咱們看歐洲的動作啊，它有一個長期目標，它有一個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就是2030年对吧，这個 GDP 的5%，8000億歐元要作為軍備。短期是什麼呢？我們要看就是歐盟會不會沒收俄羅斯的被凍結的資產，不管它用什麼形式吧，對吧？只是換個說法。總之，把俄羅斯在歐洲的凍結的資產用來支持烏克蘭反抗俄羅斯侵略，就看這個事情12月份能不能辦成。哎，如果歐洲12月份把這事辦成了，那說明歐洲啊已經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跟俄羅斯幹到底，沒有什麼回頭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如果在這個事情上還猶猶豫豫，對吧？還搞不定，那這個歐洲啊怎麼說呢？也配得上他的苦難，到時候難免要受俄羅斯這個鐵蹄的蹂躪了。但是現在好消息來了啊，也就是歐盟啊搞的這個賠償貸款，據說啊現在正在往前推進，障礙越來越小。咱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啊，這個最大的障礙就是比利時，人家提的要求也很合理，也就是比利時凍結俄羅斯的資產是最多的，他那個比利時央行不是正好在布魯塞爾嗎？他就凍結了将近2000億歐元的這個俄羅斯的資產。比利時的要求是希望歐盟這些國家，包括英國啊，那越多的國家來擔保，就是如果俄羅斯要導致報復，他這個報復不光是軍事啊，也可能經濟，對不對？反正只要俄羅斯報復導致要賠償這個凍結的資金的話，那麼大家一起承擔，不能讓比利時承擔，就是一個人承擔。所以這個其實要求也比較合理啊，對吧？畢竟這個錢不是比利時用了，你歐盟牽牛，比利時拔橛子，這個不太好。所以比利時要求他願意，但是萬一俄羅斯要報復，那大家一起上，大家都分攤一點。所以症結主要在這兒。那現在好了啊，人家莫爾茨專門去了比利時，找了比利時的這個首相吧，德國提供1/4的擔保，就德國一個國家，剩下的恐怕其他國家，這個馮德萊恩呢，他們都在做工作。也就是說，你比利時凍結了這個俄羅斯的資產，到時候如果說要賠的話，真的不行，對吧？那德國幫你賠1/4，那剩下就看其他國家，法國、什麼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啊，看歐盟來協調了，怎麼分配這個額度，大家都來，對吧？一起來擔保嘛。實際上這就是抱團取暖，整個歐洲自己保護自己。德國一出手，基本上就沒問題了。然後英國，咱們以前說過了，英國人家已經帶頭的吧行動，他願意把英國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將近200億歐吧，把這個用來也是就是賠償貸款給烏克蘭，對吧？人家英國起個帶頭作用，所以這個事情啊，就是考核衡量歐洲它到底心齊不齊，到底什麼態度，對吧？也別說讓歐洲先派兵了，對吧？這個那個的，你先說這個事情能不能搞定？如果這事情搞定了，就說明啊，標誌着未來在沒有美國的援助之下，離開了美國的援助，歐洲一樣會，對吧？支持烏克蘭打到底，一樣會把俄羅斯拖垮。這個捷克的總統啊，帕維爾啊，他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採訪時候說啊，如果普京在烏克蘭獲勝，我們所有人都會輸。俄羅斯在烏克蘭取得勝利，將是整個西方的失敗。實際上，不僅是整個西方失敗，是整個人類文明倒退。如果俄羅斯佔領了歐洲，實際上啊，假以時日，什麼2個印度啊，恐怕都是被人家收拾，你擋不住的。很多黃俄在這兒齜牙咧嘴的，還以為俄爹這麼好。俄爹一旦拿下歐洲，你有好日子過吧？你準備學俄語吧，天天晚上唱那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都算不錯的啊。因為畢竟俄爹他的宗旨是留地不留人吶。這個意大利的那個女總理啊，梅洛尼也跳出來表態了啊。雖然這個歐洲主要這個3個國家3個巨頭開會沒叫他，哎，這個大家知道啊，這個波蘭呢沒有參加這個3巨頭會議，就是加上烏克蘭，那就是4個啊。波蘭很有意見吶，波蘭覺得自己在歐洲的地位下降了，對吧？你這麼大個事不叫上波蘭，以後波蘭還要出力呢。這個梅洛尼說啊，他說歐洲必須發展自主防衛能力，才能成為真正的全球強國，並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此番言論緊隨華盛頓
發布那份荒謬的國家安全戰略之後，這個歐洲這些國家還對美國抱有幻想，對吧？那未來有吃不盡的苦頭。現在啊，趕緊幫助烏克蘭頂住，幫烏克蘭實際上是拯救自己啊。這個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啊，他說歐洲在烏克蘭局勢在解決問題上有多張牌可打。這個特朗普動不動就說你手上沒牌，這個馬克龍就說了我手上有很多牌，就這意思啊。12月8號，根據《獨立報》報道，馬克龍與烏總統澤連斯基還有德國總理以及英國首相會晤後表示，我們都支持烏克蘭，我們都支持和平談判，以實現穩定可靠的和平。我認為我們手中握有很多牌。我們再看一個啊，這個是一個中國的博主啊，吐槽啊，說俄羅斯的免簽啊，千里迢迢去送錢，動不動就逮去罰款。大家看視頻，他只是想要我的 money 而已，千里迢迢過去送錢，送完以後又坐2個小時車回去。我真的，我一整天我就覺得我太討厭這個地方了，我再也不想來了。吐槽一下，你說我破壞友誼，問題是你去都沒去過，你根本就沒有見識過真實的樣子是什麼樣的，你就一天看見一些營銷號，国門都沒走出去過，你就在這裡斷章取義。我告訴你，真實的情況是，你在這裡覺得別人是你的爹，但是別人根本就沒把你放在心上啊，人家不承認你有兒子，因為你出去了，你會發現他們一點都不親近你，不但不親近你，還會有點討厭你。就像我說的，人家都是嫌棄，人家对中国人就是嫌棄，就覺得你為什麼要來我的地方，為什麼要来我的国家，然后动不动把你逮过去罚款。是的，就是這麼回事兒啊！我明明我已經辦了簽證了，我該辦的我都辦了，我也沒覺得我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但是人家就是要把你抓走，就是要說你沒報備什麼的，還要嚇唬你，還說你回去的時候你一定要拿着這個單子給那個機場的工作人員看，不然你下次不能再來了。結果我出去，我發現人家根本就不查，你知道吧？人家根本就不查，他就是看看我的護照就给我走了，就说明我根本就沒什麼問題，我不需要給他出示什麼派出所把我抓走的那個什麼證明，他只是想要我的 money 而已。而且我那天真的很生氣，因為我一晚上沒睡覺，我從其他的小鎮花了2個小時坐火車過去，我就是為了去看一下他們那裡大教堂，因為還是很美的，對吧？我來都來了，我肯定也要玩得開心，我再回來。結果呢，一下車就把我逮走了，然後把我一整天的行程全部都耽誤廢了。然後呢，我什麼都沒幹，千里迢迢過去送錢，送完以後又坐2個小時車回去。我真的，我一整天我就覺得我太討厭這個地方了，我再也不想來了。而且真的就是除了這些大的城市啊，聖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地方，周邊就是那種小城鎮，就是跟我們中國的老小區一樣的，就沒什麼稀奇的，你知道嗎？而且真的就是很多辦事效率特別差，包括我去買個水，然後他發現錢付不出來，我就說我的錢沒付掉，然後他就說我沒收到，我就說那你能不能看一下電腦是什麼原因，因為我的錢已經刷掉了，我這邊手機上顯示刷掉了，然后他跟我說沒收到，我說那你再看一眼，他不看，他就是這樣，我沒收到，我就說那我手機已經付了呀，你再用電腦看一遍，我沒收到。真的，我當時我就想着怎麼會有人那麼難溝通啊，你就不能看一眼嗎？然後隔了5分鐘他退給我了，手機自動退回來，我才又付一遍付掉。真的，那邊的效率就是這樣。然后包括你過海關也是，人家都是骂骂咧咧的，就是說啊你这些中國人真煩，然後你跟他講英文都要被他罵，都是個這麼情況。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親去。作為去過俄羅斯的人，我想說一下，俄羅斯真的沒有在網上營銷號上面營銷的那麼好，就是當地的整個的情況跟我們在網絡上看的截然不同，就是我出去了以後我才切身體驗到的。就比如我才出去，我真的我才下飛機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從飛機場出去我就不開心，我才到那個海關我就差不多卡了3個小時，就是他們的那個辦事的效率之低，而且態度超差，就是你才到那裡你就看到2個特別妹的那種 girl， 知道 man girl 就是那種很刻薄尖酸刻薄的女人，用俄語一邊罵着一邊骂骂咧走過去，你知道吧？吐槽什麼？吐槽我們中國人，說我們中國人太煩了，然后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為什麼說英文，就是其實在他們那裡呢，他們是比較排外的，我不敢說排華，但是我感受到排外，因為他們連英語都很抵觸，就他們就覺得在我的國家俄語是最大的，我只說俄語，我管你是什麼英文也好，我不接受什麼中文英文其他國家的語言我不接受，他就只說俄語，就是你說句英語都要被他罵。我當時就是卡出去等了我男朋友等了3個小時，我真的是等不得了，媽呀，我中途我去問了一次，我說我男朋友什麼時候出來，我就用英文去問他 hello， 非常有禮貌的，那個女的直接就俄語蘇嘎不了哇他的，然後就過去了。真的就是我直接就是聽不懂，但我知道他在罵我，然後我不死心又追上去問我說我男朋友什麼時候出來，
用英文問了一下，然後他就說 I don't speak English， 就這樣翻着白眼走了。就是我去那邊我的感受啊，我真的沒覺得說他們真的說是有多麼的親我们中國人，我只能說这個都是可能是抖音上營銷的呀，或者是官方想讓我們知道的消息吧。但是實際上那邊的民眾對我們中國人是不太感冒的，就甚至還是有點討厭的，就是嫌我們煩，覺得我們為什麼要去他們那裡，是這種。所以呢，我覺得平常呢還是少看點營銷號，還是要多出去接觸一下，你才知道真實的情況是什麼樣的。而且他們那邊现在真的很惱火，他們那邊在打仗，就是我當时去旁邊的一些小鎮上，我每天都可以聽到打仗的聲音。但是我身為一個中國人，我真的是覺得我們太安全了，我以為是放禮花，我就說，哎，怎麼放了好多天的禮花，我看不到煙花呢？然後才有人告訴我那個是打仗的聲音。說實話，我當時就慌了，我就覺得我操那麼近，然後半夜還聽得到那個無人機在空中盤旋，所以他們那邊其實現在情況真的不好。真的特別不好，就是很缺錢，你知道吧？然後你去那邊的話，如果你不辦那個，就是你辦完簽證以後，你還要去那個報備，就像我一樣，你不報備，他就直接給你逮走。當然也有人說報備了被逮走，但是我不，这个也是一家之言啊。总之啊，在我看来，这个实际上体现出俄羅斯人對這個小黃的一種蔑視，骨子裡面瞧不起，一種敲詐勒索。但是他這個俄羅斯人啊，對小黃這個態度本身也是黃俄造成的，就是黃俄這種熱臉貼人家冷屁股，對吧？甘願做人家兒子，喊人家爹，導致人家沒法不硬氣啊。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戰爭研究所，他怎麼評價俄羅斯目前的狀況啊？戰爭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啊，他說俄羅斯的經濟狀況遠比普京試圖描繪的要糟糕。普京試圖將俄羅斯經濟描繪成能夠支撐烏克蘭長期戰爭的強國，這很可能是為了強化俄羅斯目前關於勝利不可避免的說法。分析人士援引普京12月8日在戰略發展和國家項目委員會會議上最新表態，他在會上表示啊，俄羅斯明年 GDP 將會增長，並且該國將保持低失業率和溫和的通貨膨脹。報告指出，然而克里姆林宮近期的經濟政策表明，俄羅斯經濟的現狀遠比普京在聲明中試圖描繪的要糟糕得多。在12月2日美俄莫斯科峰會召開前夕，普京加大了力度，力圖將俄羅斯經濟描繪成具有韌性，能夠經受住烏克蘭曠日持久戰爭的考驗。普京12月8日的聲明很可能意在影響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分析人士認為，普京此舉可能是為了說服美國加大制裁力度，不會對俄羅斯經濟產生預期效果，也不會迫使普京做出妥協以結束烏克蘭戰爭。分析人士認為，普京在談及俄羅斯經濟時刻意回避了烏克蘭戰爭，這很可能是為了掩蓋俄羅斯戰場失利與經濟困境之間的關聯。克里姆林宮似乎試圖將有關俄羅斯經濟的聲明與俄羅斯戰場勝利不可避免的虛假敘事結合起來，這兩種敘事的目的都是為了迫使西方和烏克蘭現在就向俄羅斯要求屈服，因為他們擔心未來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會升級和延長。戰爭研究所仍然認為，西方和烏克蘭可以利用俄羅斯在戰場和經濟上的幾個關鍵弱點，迫使克里姆林宮進行談判並做出真正的讓步。俄羅斯的勝利並非不可避免。普京拒絕了特朗普提出了對他有利的和平方案，認為俄羅斯必將獲勝。衛報外交評論員蒂斯達爾指出，這是一個重大誤判，戰爭正消耗俄羅斯的經濟，加劇社會動盪並削弱其全球影響力。特朗普的綏靖政策只會助長普京的強硬態度，歐洲必須加強行動，否則將面臨長期的不穩定局面。總之啊，特朗普搞的這個和平計劃可以說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施壓遠遠大於對俄羅斯的施壓。特朗普搞的這個和平方案明顯是有利於俄羅斯，但是普京還並不領情，所以必然這是一句鬧劇啊，以鬧劇收場。仗還是要接着打，一直要打到俄羅斯崩潰為止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